告事项来祷告。这个时候，我们为着自己的生命，在礼拜中能够再一次被主耶稣基督的话语来复兴，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开口祷告。生命的主，你知道我们生命中的黑暗和软弱，我们的心常常固执，也害怕来到你面前，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恶以及不幸，我们常常在你面前向你隐藏我们的自己，而导致我们无法与你亲密。所以生命的主耶稣基督，求你在我们每一次的不足或是过犯中，让我们永远记得你是为了我们来出生，也为了我们来受死，更是为了救赎我们而得到那从神而来的复活。主啊，你的爱是那么的有耐心，要来寻找我们，来帮助我们，医治我们愤怒黑暗的心。愿你帮助我们更深的依靠你，愿你来转变我们生命的困苦，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让我们在你的爱里得到转变，恢复与你的亲密，而且能够在世上站立得稳，得到力量。谢谢你，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时候邀请我们更进一步的为着教会中每个家庭还有需要有病痛的弟兄姐妹来开口祷告。主耶稣，当我们心中有所挂虑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主耶稣，我们相信你比我们更挂念他们，你比我们更深的爱他们。所以主耶稣，恳求你把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或是我们自身所需要的力量都加添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每一个人在家庭、工作、身体、心灵上都能够蒙你的扶持。主啊，恳求你来听我们当中需要你的人的呼求，因为这里的每一个祷告的儿女，你都看重他们，是你最珍贵的儿女。所以我们把我们所敬爱的兄弟姐妹们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你成为他们的杖，他们的竿，你引导他们，赏赐他们生命的活水，能够走合宜的道路。也恳求主赏赐健康的身体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中，使我们在疫情变化还有局势很多动乱的过程中，仍然能够有心力来彼此照顾、彼此成全，有力气来面对每一天。谢谢你，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着我们继续为国家、社会还有世界局势来祷告。邀请我们接着也为今天的礼拜公祷事项，为今天的主日礼拜夏牧师的讲道信息分享，恳求主在礼拜中动工，使我们真的能够领受福音在我们生命中的改变还有力量。来祷告。
爱的主，世界的主，我们今天恳求你在列国中掌权，也在我们的教会中掌权。父啊，恳求你使列国的行政首长有智慧，来面对现在乌克兰与俄国的战争的局势。也恳求主保守在战争中各方人民的生命安全，怜悯在当中你的儿女们的苦痛。也恳求主在今日不安的局势中，保守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使你的教会，使我们的每一个肢体在当中都不至于失去盼望，而能够因你得着智慧，而知道怎么样去面对我们的每一天。恳求主帮助我们明白如何继续持守祷告以及敬拜的生活。父啊，因为我们敬拜的是世界的君王，我们所效忠的是天上的国，所以恳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的礼拜中再一次聚焦我们的心力，来渴望你的福音，渴望你的更新。恳求你加添力量给夏牧师还有每一个服侍的同工，恳求你加添力量给我们每一个福音的听众，在我们做礼拜的时候，我们心思是汇聚的，我们是预备好领受你的圣灵的工作的。主啊，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认识你是永活的真神，是那真实的主。在敬拜中，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坚固。谢谢你，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起立，继续用这首歌来敬拜。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里。睁眼看着垂听，奉主你名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征战不是靠刀，不是靠枪，更不是靠各样的武器。主啊，我们征战是奉主耶稣你的名，我们征战是依靠你在世界上掌权的大能。所以恳求主帮助我们更深的敬拜，帮助我们更深的用颂赞来面对我们那使我们动摇的，使我们失去信心的，帮助我们在这当中成为能够依靠你圣灵而作战的勇士。谢谢你帮助我们更深的来赞美你。颂赞主我的灵，我的魂，遵从他的生命，尽全心和全力歌颂你，我遵从你的生命。再一次来说，颂赞主我的灵，我的魂，遵从他
助我们敬拜。颂赞主我的名，我的魂遵从他的生命，尽全心和全力这颂你，我遵从你的生命。更多的来歌颂我们的主。颂赞主我的名，我的魂遵从他的生命，尽全心和全力歌颂你，我遵从你的生我们不能够时常的有力量，但是恳求主让我们在黑暗的时候，仍知道怎么歌颂他。那日来临，我的力量消失，生命到尽头是时候来到。我心间的如至今歌颂你，千万年一直到永永远远。颂赞主我的名，我的魂遵从他的生命，尽全心和全力歌颂你，我遵从你的生命。颂赞主我的名，我的魂遵从他的生命，尽全心和全力歌颂你，我遵从你的生命，尽全心，尽全心和全力歌颂你，我遵从你的生命。是的，亲爱的主圣灵，谢谢你教导我们祷告，教导我们敬拜，帮助我们永远记得，我们对焦在你的名的时候，我们知道是谁掌权作王在这个世界上，帮助我们更多的来颂赞你。在我在患难之中，我仍要信靠耶稣，你是我的一切，我心所依靠的。当我的心动摇时，我仍要赞美耶稣，你是我的盼望，我心所依靠的。主是我们的盼望，你是我所依靠的，哈利路亚，哈利
在天上的天父，这个美妙的世界宇宙，我们的生命都是你所创造，也是你所掌权。主，我们要赞美你，因为当我们心归向你的时候，我们就能活出神美好的样式。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这个美好的天气，我们一起同心聚集，因为你呼召我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呼召我们的心，呼召我们的尾声，呼召我们的赞美跟心志。所以我们在这边每一个人所唱出的诗歌，每一个人对主所做的祷告，我们同心所念诵您圣经的话语，都要成为美好的祭物，奉献在主你面前。这是你所喜悦的，也是每一个弟兄姐妹要从你得到力量的一个根源。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个福分在这边聚集。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也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边得着心灵的帮助、力量以及智慧，让我们有勇气面向我们人生各样的挑战。感谢主，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文，一起来同声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愿你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因为我的债如同我们免的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两处：列王纪上19章3到8节，诗篇102篇1到2节。我们一起来攻读。以利亚害怕，就起身逃命，带着他的仆人逃到犹大的别是巴去。以利亚把仆人留在那里，自己走了1天的路，来到旷野。他坐在一棵杜松树的荫下求食。他祷告说：上主啊，我受不了了，把我的性命取去吧，我还是死掉了。他躺在树下睡着了。忽然有一个天使来拍他，对他说：醒醒吧，吃点东西。他睁开眼，四周一看，看见在头边有一块用炭火烤好的饼和一瓶水。他吃了喝了，又躺下去。上主的天使第2次回来，拍他说：起来，吃点东西，不然路途那么远，你会支持不了。以利亚起来，吃了喝了，食物给他足够的力量。他走了40昼夜，到了上帝的山何烈山。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祷告，求你垂听我求助的呼声。困境的日子，求你不要躲开不理我。我呼求的时候，求你垂听，立刻回答我。愿上帝赐福领受他话语的人。献诗，本周献诗持宝小组。献诗歌曲是耶和华做了我的高台。献诗完，请本堂主任牧师夏牧师讲道。牧师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罗藤树下生命之盼望。
哈利路亚！我们用拍手来赞美主，谢谢植宝小组美好的诗歌来激励我们。我们在分享主话语之前，先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美好的时刻一起聚集。我们确信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因为凡是投靠你的，凡是亲近你的，凡是渴慕仰望你的，你必对我们说话。愿神的恩典似乎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中间，也在网络上有一起敬拜的，也求你亲自跟他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罗藤树下生之盼望。那在这一个月来我们都用这一系列有关我们心灵怎么样得神的帮助，成为一个健康丰盛生命的人生跟我们今年度教会的主题有一些关联那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也许有一些是重复的，但是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怎么样在现代这个很快速的社会，去找到生之盼望跟力量。有一个研究说因为我们人类大自然生在大自然环境之下，我们的节奏、我们的生活步调，在早期我们大概没什么感觉，因为呢，那个步调就是很缓和，非常稳定。我们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就跟这个大自然步调非常的吻合。那很像一只骆驼慢慢漫步在旷野，漫步在沙漠当中，然后那个身心灵都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我们知道，在进入工业社会，进入到现在的一个整个网络的时代，那跟所有的生活节奏、你的工作节奏、你的所有的职场，都速度超过我们人的自然的健康生态，超过不知道几倍。所以人的遇到了一个精神或是情绪上面的挑战是越来越大，因为这个东西不能靠3C 产品帮你，而是你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安定稳静下来。我还记得很早以前听过小故事一个小故事就是说当我们知道英国在全盛时期呢，非洲有好多的那个国家都被他占领或是殖民地那有一些探险队啦，或是什么样的团队、经商团队，他们都会雇佣一些当地的原住民成为他们的一个挑夫也好啦，或是保护也好因为那个领队呢，他觉得有急着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可能要完成某一些事情，那就是要求这些雇的这个团队呢日夜赶路。但是到一段时间，大家已经非常的疲惫了，所以呢，那些原住民呢，就是非洲的住民，他们就罢工不做了，罢工就靠在那个大树下休息那个主人呢，就是一直勉强，一直要求说赶快走，时间不够了。他们就这些当地的原住民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回答这个雇主，他说对不起我们的身体走那么快，我的灵魂还在后面跟不上不休息不行，不然的话我变成行尸走肉了，灵魂还在后面跟不上。那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家感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就是说人类怎么样活在上帝所应许的一个稳定生活当中。那当然今日我们面对的这个社会的挑战，我们要借着这个主题有连续3、4个礼拜一起分享丰盛生命的主题。那我们刚刚看的第一段经文就是很出名的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的故事。那这段故事是开头是提到以利亚战胜了所有巴力，还有所谓的
耶洗别那些所豢养的先知啊。那从中文来讲，先知感觉上比较不是让我们很能够理解。如果我们从台湾的角度，是他们所豢养的一些乩童，或是那一些神职工作者。但以利亚得了大胜利，但是没想到呢，当时亚哈王的太太就是那个残暴的耶洗别他就下了命令，而且派人去跟以利亚警告，他说：明天这个时候，如果我不照你对付我的那些先知的办法对付你，愿神明击杀我。一个完全没有退路的一个警告，等于是追杀令来了。那这个经文，今天的经文就是提到这一点。他说以利亚害怕，起身逃跑，带着他的仆人逃到犹大的别是巴。第一站先逃到别是巴，应该是还是有一个城镇一个部落，但是他又觉得在那边不安全，所以他又说以利亚把仆人留在那边，他等于连仆人都不信任了，或是说他觉得很累赘。他怎么跑呢？自己走了一天的路，来到旷野，坐在一棵杜松树的荫下求死。他祷告说：上主啊，我受不了了，把我的性命取去吧，我还是死掉吧。他的第二站是在旷野，只有一棵杜松树。那我们的和本是叫做罗藤树了那我用罗藤树取名是因为这个罗藤树比较一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比较熟悉这个名称其实现在用这种名称，其实是同样一棵树那这个名称的改变也很，其实在我们这个人类的社会是很多了因为我们像台湾有很多水果啦，很多的物品啦，也是随着不同的时代，它的取的名字就不一样比如说我们以前很大众的食物就是我们所谓的无锅鱼，对不对无锅鱼。那在那个巴勒斯坦或是就是在以色列，他们叫做彼得鱼叫做彼得鱼这个因为它繁殖很好繁殖，所以成为一般大众很重要的营养来源那现在因为我们台湾人把它再研发或是再改良现在变成什么？变成那个台湾雕台湾雕所以你如果认识说原来无锅鱼就是台湾雕，当然它的肉质什么都改变了那我们是用这棵树来描述以利亚他逃到一个遮蔽的地方，他所面对的整个人生的重大的挑战。然后他怎么说呢？他都躺在树下睡着，有一个天使来敲醒他，说：请来吃点东西。再来是他睁开眼睛，看到有炭火、烤饼一起在那边，他就吃了又喝吃完了还是没力气，又躺下来所以上主的天使又第二次拍他，说：你要走的路太远了，要不吃不行了，叫我赶快吃。所以这个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休息，但是目标不是在这里。以利亚吃了喝了，因为食物给他足够的热量，他有能力，所以他就走了40昼夜到上帝的山何烈山，成为这段经文我们产生一个以利亚一个重新改变的开始好，那我们如果从这个故事来做一个起头啦，其实牧师今天要分享的是说，刚刚提到我们现代的社会，很多人都面对到不同的这个竞争或是压力，或是很多人世间的挑战，对我们的身心灵都产生很大的影响。那我们需要透过这个圣经著名的人物，就是以利亚，还包括第二段经文就是大卫的祷告。连这位英雄人物，他也碰到人生最大的低谷他怎么样跟神祈求或是诉求，然后他怎么样重新得到力量。那这些可能可以映照到我们现在现实的人生，或是你的亲友跟你亲近的人当中，他们是不是碰到同样的情境？他们是面对同样的挫折、同样的瓶颈？那怎么样从神这边得到新的力量？这是我们今天这个主题的一个重点。那罗藤树或是杜松树，
下的先知以利亚，刚刚我们稍微提过了哈，在经文里面描述过说，以利亚当时是无比的信心跟勇气，打败了耶洗别的450个巴力的先知，还有400个亚瑟拉女神的先知。换句话说，哇，850个都败在他的手下。那这个时候等于是先知是一个风光的时刻，但是没想到，当他在沉醉在胜利的这个喜悦的时候，突然间耶洗别追杀令就来了。你知道，有时候人在遇到极大的挫败的时候，他不是退缩，他是更大的仇恨就来了。其实我们这个马上会联想到现在的这个俄乌战争哈。原来普丁以为说3两下子就可以解决这个国家，他赶快扶植一个傀儡政权，没想到越打就陷入泥淖哈，现在还在打。但我们不希望说死伤那么多的平民哈，那这个国家都被打得稀巴烂了。但是我们看到普丁他因为没想到出师不利他就越生气，那个恨就越大所以就现在很多平民都被无差别攻击，甚至有人在紧张说，他如果气到一个阶段了，就没有理智了发动什么生化战争或发生核子战争，那不得了，全世界这个灾害就大了。那耶洗别大概也是这种心境，就不让以利亚逃跑，不让以利亚活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以利亚他逃难的一个情景那先知以利亚在大胜利的时候，受到皇后的追杀，他马上人生陷入绝境，他就逃到第一个据点，在旷野躲在罗藤树杜松树。当然，我们可以容易去找到圣经的一些植物啦、动物啦或是食品啦我们只是描述一下。这个罗藤树或是杜松树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那个旷野之中，竟然有一棵这样的树，让以利亚能够暂时喘息了那杜松树，它的学名叫做金雀花那它的珍贵是因为它能够在旷野跟沙漠中成长，因为它的根可以深入到地底成为维系的水汽它能够吸收，所以它能够生存下来其他的草什么都干掉了它也不高3到12尺的高度但是一个矮树丛能够让人或是兽树或是动物能够暂时歇息那在这个图片上有一些可能不大类似，是象征性的这种杜松树这棵树大概可能是有点不是正式的感觉上不大像。那像杜松树这个一种象征，它结的果子有人把它，因为它的生命力很强，所以把它当成盆栽了那在这个罗藤树下所显示的人的一个情境我们是今天要一起学习这一点。因为以利亚精疲力尽，沮丧失智，万念俱灰，在这个树荫下稍微喘息，但是他并没有脱离是他的一个软弱，所以就跟上帝求死，陷入了困境。那是非常人生走到一个非常无法克服的一个情境之下。那刚刚我们说罗藤树，因为我们华语的教会从和合本都一直用这个罗藤树来做一个象征因为这个以利亚跟罗藤树的关系，让人家发展出一种用不同的情境都用这个树的名字来称呼。我记得有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大家记不记得这几年前不是屏东有一个议员姓蒋叫蒋月惠他因为他有一些很夸张的动作，突然间爆红全台湾都认识他，因为他气急败坏的把咬了警察的手就被人家还被上诉怎么样？但是他还是不退缩一直抗争而且到处去为他的照顾的一群那个弱势的这些受照顾的人来仗义直言他就是原来他组织了一个专门在照顾弱势者残障的一个学员就把它取名叫做罗藤园罗藤园它的意义就是像以利亚一样，他在
旷野当中孤立无援的时候，这一棵勉强能遮阴的树，成为他一个暂时的保护。这个就是一个小故事哈。那在这种情境之下，很多人呢会描述，因为我们现代人对所谓的忧郁症其实现在研究越来越越明显了，大家很理解这样的也有人有专业的医师在做治疗，但是我们可以从以利亚这样的碰见，看见我们人生有时候一个成功的人竟然也会碰到这种事情好。心理学家就分析先知以利亚在最沮丧的时候有这一些很明显的忧郁症的反应这个很有趣，就让我们知道说原来这种英雄人物还是会碰到。第一个他说会饥饿，因为他不想吃东西 ，hungry。第二个是 angry， 是愤怒以利亚跟上帝抱怨好多次在这段19章的时候抱怨了好几次，而且向上帝哭诉，埋怨上帝不眷顾他，向上帝发怒。那第三种情境是孤独，他把仆人丢下来，在最需要的帮助的时候，他反而把仆人丢下，因为他觉得要独自面对那种感觉，他独自前行，所以才在那个罗藤树下。第四个是非常的疲惫，人好像没有力气没有什么力气，萎靡崩溃，沉沉入睡。各位弟兄姐妹，不知道你从这样描述的症状，你会发现说，你的周遭的朋友、亲人，或是你自己，是不是常常有时候会陷入这种困境当中？症状的描述是很具体的，但是要发掘出他的问题所在。那个才是要专业的医生，或是我们旁边的人非常细心的去观察。好了，现在在这个罗藤树下，而且那么偏远的地方，竟然天使向他显现。他向上帝求死嘛，但是一个上帝所派的使者来怎么样帮助他，来怎么样提醒他。说天使向以利亚显现，预备水跟烧饼，温柔相见，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以利亚得着力气，所以就走了40昼夜，来到了上帝的山何烈山。我们看到这个情景，突然间会想到说，原来好几千年前就有 Uber Eats 有那个 Food Panda， 他就把你送到，而且是那么远的地方他竟然帮你送到来。那这个让我们感到另外一个角度。弟兄姐妹，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在家人当中，这个天使的动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贴心。当人陷入在一个极度忧伤、抑郁的时候，你再讲更多的话都没用，因为他没办法走出来。但是天使一个轻轻的动作，就是给他拍了一下天使还拍他，把饼跟水准备好，让他知道说他不是孤单的。天使连续2次，第一个请他吃，吃完了又睡了，还是没力气；第二次又叫他起来，说你要走的路很远。最重要，天使这个美好的陪伴，我是觉得这是我们小组弟兄姐妹一个最好的模范。但是还有一个重点，天使跟以利亚说你要走的路很远，他不是只关心而已，是指出了一个方向，让以利亚在最低谷的时候走向上帝的山何烈山。这个是很重要的方向，不是漫无目的的到处逛后来变成街头游民了，不是，是我要寻求医治，我要寻求帮助。弟兄姐妹，你在团契小组里面怎么样引导一个人像以利亚这样的情境的时候，不只让他吃喝，而且告诉他说，在上帝的山，在神的面前，你要去求救，你要得帮助所以后来这段话，我们如果有机会，大家把圣经19章列王纪上19章，把它再阅读一次。但是这些故事，我想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因为以利亚就一直在埋怨上帝嘛，一直在抱怨嘛。好，他怎么抱怨呢？他第一次在第10节的时候，他就跟上主回复说：“
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我一直专心爱你，但是以色列人背弃了你与他立的约，拆毁了你的祭坛，又杀了所有的先知，现在只剩下我一人，还要杀我这样子。啊，这个是第一次他对上帝一个描述控诉。那第二次呢，他们走到何烈山，住到一个山洞里面。这山洞里面呢，上帝用一种很奇特的大自然的意象，反正就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他说，啊，上帝用什么样的方法呢？他说，上主经过，招来烈风，使山崩地裂、石裂，但上主不在风中。风停了，接着有地震，但上主也不在地震中。地震后有火，上主也不在火中。换句话说，有风、有地震、有火。那上帝又不在其中，那为什么要让以利亚看见？我的认知是说，上帝要让以利亚在那个最低谷的时候看见说，这些大自然的能量都是上帝的掌握当中。然后在这个很剧烈的变动当中，圣经记载说，火以后，以利亚听了一个轻柔的声音。当我们看到山崩地裂那么很大的震动或是很大的嘈杂之后，突然间静下来的时候，那个声音最好听了，因为那个声音细微而且充满了力量。这个就是以利亚他经历到的，他天使带领他的道路，天使给他吃东西，天使带他到这个何烈山，然后他看见神在他前面展现了他的大能，然后他说用外衣蒙着脸站在洞口，然后又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你在干嘛？你在做什么？”然后这个时候，以利亚还是意犹未尽，又抱怨了一次了，跟刚刚讲的都类似哈。在第14节的时候，好，把自己的苦水吐完之后呢，竟然上帝马上派新的工作，好像在经过这些，好像一来一往，对不对？哈，跟上帝在摔跤之后，他的病没了，他恢复了。上主马上跟他派新工作，怎么说呢？上主说：“你从原路回到大马士革附近的旷野，然后进城去高利哈薛做叙利亚王。”16节说：“另外，高利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又高利亚伯米荷拉人沙华的儿子以利沙接替你做先知。”哇，就把这件事情，等于他是一个有经历过人生最大变动的人，他变成要去高利别人，等于是用神给他一个权柄去栽培新人，栽培新的领袖，然后神给他这样的力量。我觉得这一段话看起来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历程嘛，因为神给他应许，而且他还说我要在以色列留下7000人，这些人都很效忠我，没有拜过巴力的。不过给我一个理解是，以利亚经过这个路程，不知道经过多久的挣扎求死的过程不过他最后是怎么样呢？第一个，天使带他到何烈山去亲近上帝；第二个，上帝让以利亚重新回来，怎么样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从原路回到大马士革。”换句话说，我们人常常会遇到挫折、伤害或是失败，你会很不想去看，对不对？不想去看原来你的受伤之处，你不想去再触摸你的伤痕但是上帝说，你要重新再起，就是要去克服它，要去医治它，要去重新恢复它。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很重大的一个心灵的一个生命的改革，因为你逃避不行，你要回原路去。你怎么失败？你怎么跌倒？你要从那边爬起来。所以我们常常有人听一句话说，那个积极正面跟负面的人有不同的做法。负面的人一跌倒就趴在地上哭哭泣泣的就觉得这个世界都怎么对不起他。但是积极正面的人是跌到地上，他还要捡到1块钱，或是赶快抓到一个什么东西，他觉得连失败也不能放弃这种机会，这样子。好，那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事工，这个以利亚所遇到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从当中得到一个重新迎见上帝，得到上帝新的启示跟力量。连一个那么成功的人都碰到了，我们何尝不是在其中的一部分呢？所以诗篇102篇是大卫所做的诗，他也在讲述他人生所经历过的困境，然后在主面前来倾吐哈。那102篇的它的标题注记是说，困苦人发昏的时候，在耶和华的面前哭入苦情的祷告。发昏的时候，但是我们要看说谁发昏呢？是这位犹太人最伟大的君王呢？是大卫。换句话说，我们弟兄姐妹今天读这2段经文，你会有一种很大的一种安慰，说连这么成功的人都会碰到，我又何尝碰到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当你有这样的自觉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一种新的启发跟力量。因为大卫王在人生经历沮丧的抑郁跟苦情，他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就是他向主呼求的这段经文第1节跟第2节。他说：“在我陷入困境的日子，求你不要躲开不理我；在我呼求的时候，求你垂听，立刻回答我。”换句话说，他在跟神画帕拉念的，就是上帝不能离开我。我这个时候是最软弱的、最虚弱的时候。然后有学者就把102篇第3节大卫所描述的他那个情境就是很典型的我们现代人所谓的忧郁症的一个症状，好像就是把他的症状都排列好了，好像医生所列的他的一个清单怎么说呢？就是在炉灰中的倾吐，描述这种抑郁症的状况。第一个，在沮丧中肉体受折磨，感受人生无意义跟无目的。第3节说，我的生命如烟雾消逝，我的身体像炉火焚烧。好了，这是第一种感受，很明确的，什么斗志都没有，什么生机都没有了，肉体折磨，人生无意义。你自己或是曾经你碰到的人当中，有没有这种现象？第2种更明确，没有食欲。以利亚也是这样子。第4节到第5节说，我的心像枯干的草被踩碎了，我连食欲也丧失了，我呻吟叹息，我全身只剩皮包，暴瘦，突然间暴瘦。我们也曾经听到说，有一些人遇到很大的重大挫折的时候，突然间头发白了，那是很大很大的一种那个心灵的煎熬第3个是被隔绝、被遗弃了，感觉好像没有人理我了。第6节说，我像荒野的野鸟，我像废墟中的猫头鹰。那明显的症状就是睡不着、失眠。第7节说，我睡不着觉，我像屋顶上一只孤单的麻雀，还有伴随着流泪哭泣102篇9节说，因你的气愤和恼怒，我吃炉灰像吃饭一样，眼泪混着饮料喝。好像我们常讲说目屎准饭吃，有没有听过目屎准饭吃，就流不停嘛。真的是眼泪滴到饭里面就一起喝一起吃最后一个描述是说，我的生命好像黄昏的暗影，我的像枯干的草。哇，人生遇到这种情境，大卫都把它写得清清楚楚。你遇到的困境有那么多吗？有那么大吗？其实我想到说我们人生会遇到这样的情境，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的。牧师不是专家，但是我们会碰到说，有人是因为他的性格非常的负责任，很专注，什么事情都要做到完美，这种人会碰到这种情况。他最成功的时候，也是他耗尽所有心力，已经没力气走的时候。当然遇到重大的变故或是重大最重要的亲人离开了，或是遇到感情的事件，都会碰到这种事情。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在报道说，有一位宣教师，他的儿子非常的爱主，而且很认真去传福音但没想到他所爱的一个女朋友已经论及婚嫁了，突然间他的女朋友跟他说：“对不起，我爱上别人了。”哇，不得了！
这位很单纯的年轻人哦，突然间好像世界毁灭一样，他马上忧郁症就爆发了，哇，不得了，什么事情都不做。这篇文章还见证说他怎么样从神那边重新得到力量，后来娶了一个漂亮的妻子，又重新恢复活力，生了2个孩子这样子。我看到说我们马教授他们不是很努力在推动这个哀伤陪伴嘛在这个整个课程当中特别会提到说，当你的亲人最爱的亲人离开的时候，会突然间好像世界都变灰色了、黑色了，突然间自己忧郁症就产生了。那这些课程就引导我们怎么样跟神吐露你的心情，怎么样重新走过来。所以不同的类型呢成功的人士也会这样那失败的人更多。还有我们人的性格我们的人生，有的人他的那个这个感觉很敏锐很不容易去疏解，都有可能。那重点是在这里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话语，以利亚也好，大卫也好，他是寻求医治。大卫在12节到13节怎么跟上帝祷告说：上主，你永远掌权，你要起来，要怜悯西安，因为你怜悯他的时候到了，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而且他确信上帝始终如一，岁月无穷，子孙将享受安康，后裔在他上帝的宝座大放繁荣。或者就是说，他把苦水都吐出来了，但是他最后他仍然确信，他必定会得到这样的神的保护。所以我们常常有人陷入困境，陷入忧郁，这个都有时候无法避免，或是没有办法预料到。但重点是你怎么回到神的轨道，怎么重新跟神连接，得到新的力量。其实我们都这个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些讯息啦我只是在这个主题把它提醒一下。有人把忧郁症称为是21世纪的黑死病，因为好像会感染一样那问题是在于说，有些很明显症状的，那我们马上发觉，马上就治疗。它其实在提醒说，国家的健康的重点在防治的项目很多人是自己有忧郁不知道，事情做不好生意也做不好，工作也做不好，感觉什么事情都很难去做所以他又在研究说不管你是人生胜利组或是乳蛇，都会碰到。很多很出名的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常常碰到这种事情，因为他的压力大到一种程度，他没办法去克服。因为忧郁症的人大多数对犯错很难放过自己，过度的罪疚感，甚至有时候根本不是他的问题，他也把它揽在身上，好像觉得问题都出于我。所以有些心理医师在讲说，有时候是脑神经有一些问题发生了所以现在变成说，医生找到了在脑波的活动或什么的前额叶这些地方有一些脑波的活动产生影响，这是从健康的部分去找。那我记得在牧师在年轻的时候大家对这个忧郁症的状况不是很理解。那我们教会碰到一个最大的难处，就是说，发现说有会友或是有弟兄姐妹因为这种情况说产生一种自杀的动作。那个时代还很保守，认为说就是按照十诫的诫命你不能杀人嘛，那怎么会杀自己？所以有一点类似在加重的责备，让这个家人感到真的无地自容，甚至就离开了教会。那经过这些年来精神医学的发展，才发现说原来这个是病这是一种病，不是他想要自己要这样，是他无法去控制自己的。所以慢慢大家就把它当成一种现代的这个病症，赶快做治疗，赶快去找医生，或是从信仰上得到新的帮助那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看到现在这个普遍的现象？有一个统计在2019年，在台湾忧郁症自杀通报有3.5万人，平均每4小时就有4人有自杀
要送医，特别这个比例在年轻一辈，15到20岁的，它的比例就更高了甚至10大死因在年轻这一个年纪的，甚至是第2名的那弟兄姐妹，这些很多专家都可以去做一些资料的分析，牧师就省略不讲。但是我们看到说，有的人因为他有这样的背景，所以常常会发生很大的一种不同的展现。最出名的例子就是梵谷，这个画家梵谷他有这样的病症，但是他会很专注在自己的绘画上面那我们怎么样去看到身边的这些人有这样的现象？重点是有时候自己不自觉，但是我们朋友、亲友要努力去帮助他。有一个资料提到说，忧郁症在认识一个三角心理学的观点就是怎么样呢？是人会自动、自然、无法控制产生3类消极的思想。当你身边的朋友这样的反应的时候，你要开始仔细小心的去帮他处理。第一个是关于自我，他认为我是毫无价值的；关于环境，他说没一个人珍惜我；第3个关于未来，他觉得这个事情会更糟，连一点盼望都没有。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在小组里面，我们怎么样去找到这样的人？他需要帮助，不是他能力不够，而是他整个心智就被这样的这样好像一个牢笼捆绑住了。圣经里面叫我们怎么样寻求上帝的帮助，有一些这些基本的建议。第一个是回转归回神，彼得前书5章7节说，要把一切忧虑都卸给他，因为他关心你们。怎么样回到神面前？一定有这样的困难已经发生了，不要逃避。第二个，对焦解决的方法不是问题，一直在问题打转，好像越缠越紧。耶稣他在解散群众之后，他就独自上山祷告，因为他知道遇到这样的困难要怎么解决，要跟神来面对。第3个是不要浪费精力，呈现在忧虑当中。以赛亚书26章3节说：上主啊，你把完全的平安赐给意志坚强的人，赐给信靠你的人，不要浪费精力去呈现在忧虑当中，跟神做美好的沟通，做灵修跟神专注。第4个是专注于上帝，得享平安。这是我们出名的经文腓立比书4章6节到7节。他说：一无挂虑，在祷告中把所需要的告诉上帝，用感谢的心祈求。这是非常就我们说不是按照我们常理讲的，是你还没解决的时候，就先把心放下；把困难还没解决的时候，先感谢神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个提醒因为一般人都先解决完才会感谢嘛。你是因为对神的信心还没解决，你就先感谢神了。所以他是怎么样呢？上帝所是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会得到借着耶稣基督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是我们熟悉的圣经。第5点，凡事祷告交托，专注于盼望的源头。诗篇91篇第2节说：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堡垒，是我的上帝，我信靠你。弟兄姐妹，愿这些提示提醒我们一起努力来营造一个罗藤树。罗藤树就好像我们教会的小组，我们教会的团契，我们教会的一个 RPG 的祷告小组，是因为你像天使一样，要引导一位像以利亚这样子没有生之勇气的时候，生的一个这个力量的时候，引导他，叫他吃点东西，叫他走向耶和华上帝何烈山。这是我们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保护伞。罗藤园是一个象征，但是以利亚借由这个短暂的休息，重新得到力量，接近神，从神得到帮助。弟兄姐妹，愿以利亚在罗藤树下的机遇，还有大卫王在芦苇中的倾吐，成为我们足鹰展翅上腾的力量。那其他经文的参考我们就省略，我们可以自己去翻阅我们要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如果有敬拜团有麦克风，可以带我们一起来唱很熟悉的诗歌《如鹰展翅上腾》有麦克风的可以，或是一起大声来唱。
我们要一起为几件事情来做祷告。有没有经文？有没有诗歌？有吗？没有哈。那没有歌词，我们这样好不好？那就可能没有播上了哈，好不好？我们就直接在这个音乐之下啊。耶稣永远掌权。好，我们带来唱好不好？最后一首那一首。会唱的一起来唱。不是，我说我们刚才敬拜团带的最后一首那首《耶稣永远掌权》。怎么样？耶稣永远掌权，好，我们唱这一首好了。抱歉，有没有这首诗歌的歌谱要弹这一首？诗情。要改这首有没有诗歌？有没有这种谱？有没有这个谱？有没有？没关系，那这样好不好？我们就可能疏忽掉没有贴这个歌词了哈。我们刚原来的音乐好了，我们一起来做祷告，预备来祷告。就是刚刚这首如愿展示上的，因为没有歌词那你就弹音乐，我们在祷告中一起来做纪念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将自己审视自己的内心，我们是不是有以利亚、大卫所碰到的情境，或是我们所爱的人、亲人当中有遇到这种情境？我们不要讳疾忌医，我们不要掩盖自己，而是像以利亚、像大卫，勇敢地向上帝倾诉。上帝不会拒绝我们，他会派天使在你旁边轻轻地敲你说：“起来吃吧。”向何烈山迈进。我们在主面前跟神说：“主啊，让我不要弃绝自己，放弃自己，因为神要接纳我们，成为新的力量。也为你所认识的亲人有这样的困难的祷告，愿神帮助他们，无论在工作、在事业、在学业，甚至在感情上面遇到挫折的弟兄姐妹，被神所抚摸，被神所医治。第二个，我们也继续为俄乌战争能够早日来平息的祷告，求神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让这个世界更加的和平。第三个，我们为我们的亲爱的家人来祝福祷告，求神赐给这样的5个祝福：有健康的身体，有丰盛的工作事业，我们有美好的这个喜乐的心，有美好的人际关系、家庭的关系，最后有一个美好的属灵命的关系。为你自己，为你的家人来祝福。我们也为周报当中报告有病痛的弟兄姐妹祷告，求神将这样的祝福在他们身上。我们一起开口或是静默，来一起为这些事情开口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在你的恩典、你的能力浇灌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你的喜乐平安在我们当中，你的大能祝福在我们当中。主啊，你的喜乐跟我们同在，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有遇到软弱、挫折、失败，甚至求死的情况。主啊，你永远不抛弃我们，你轻轻的抚摸我们，拍我们，让我们重新得力，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所许下美好的恩典。主，我们为俄乌的战争祷告，求你怜悯，让这个战争早日止息，无辜的百姓能得到平安。主，我们也为弟兄姐妹来祝福祷告，每一个人得到天上所赐的恩典跟祝福，恩典平安跟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从大卫，让我们从以利亚的经历当中，重新看到神永远不抛弃我们，让我们亲近主的时候，你就让我们重新得力，得到如鹰展翅上腾的力量。主啊，这个力量我们需要，求你帮助我们，尤其我们在小组当中，在亲人当中，当我们有这样的敏锐的心发掘的时候，让我们成为天使，带领他们就亲近主，得着新的力量。感谢主，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每一位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能得神赐下5样的恩典，有健康的身体，赐给我们丰盛顺利的事业学业，赐给我们喜乐的心，也帮助我们有美好的人际关系、家庭的关系，让我们有美好的灵性的发展。
这5样的赐福，愿神亲自恩典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也奉主的名来祝福每一位肉体需要医治的弟兄姐妹，无论在住在医院，或是在家静养，或是长期静养的弟兄姐妹，也求你将这样的平安赐给他们，让他们经历神奇妙的医治。感谢主，也让我们在职场上、在工作上、在家庭上，能够活出主的恩典，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恳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奉献，我们一起来奉献。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唱奉献诗《一生爱你》。会众请坐，请看周报最后面，我们一起来攻读本月金句。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我要称颂你的名，因为你以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以赛亚书25章1节。报告，我们请翻开周报第2页。下周主日敬拜服事同工，司礼如兼人执事，其他的侍奉同工再请大家注意。翻开第4页，肢体交通。第1点，本会3月13日今日第2堂礼拜后，下午1点30分在2楼的会议室召开长职暨首长联席会议，请长老、执事及团队首长预备心参加。第2点，总会预请民众众教会为乌克兰代祷，求主保守和医治乌克兰人民。第3点，富强周末讲堂，今日下午1点30分，信仰与创作的生命历程，我们邀请到李信怡老师主讲，地点在敬拜中心3楼的副堂，欢迎会友午后踊跃前往参加。第4点，代祷服事团队邀请参与受难日前40连锁进行祷告，我们邀请富强人一起参与，期盼兄姐继续报名参加，请到1楼的公布栏登记。求主纳悦并赐福我们。第5点，
代祷服事团队定3月20下主日2点到4点半，在3楼副堂举行代祷事工分享会。那欢迎新旧同工参加，分享服事的美好与甘甜。欲参加者在今日前到公布栏报名，方便统计餐盒的数量。再请大家踊跃的参加。第5页的第6点，本会定于4月17号举行复活节圣餐及洗礼式，请参加者在4月3号以前向干事索取报名单。第12点，其他消息报告。本会爱心午餐及心灵转角咖啡书房在上个主日3月6号已经恢复供餐，我们再欢迎兄姐多多利用哦。再翻开第6页，肢体交通牧区团契消息，请自行参阅。关怀代祷事项，请持续为以下事项代祷。那接下来请夏牧师补充报告。感谢主哈。我做1-2点提醒就可以哈。第一点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俄乌战争受害者是乌克兰哈。那总会在上个礼拜就开始呼吁说，也许我们如果有感动，可以为乌克兰，包括战后的重建，特别是现在很多难民，哇，真的生活物品都很需要哈，大家来为他们奉献因为我们总会在世界有各种友好的教会，透过罗马尼亚啦，或是在波兰那边的教会来赶快做支援的动作。好像最近也有那个外交部也在募集物资，我说哇，物资很麻烦，那要怎么办？我们有没有现成的东西哈？那奉献是最基本的，但因为要有时效哈，所以我们大概是等下个礼拜大概如果有收多少奉献，我们就赶快寄出去了，不然的话这个远水救不了近火请大家来关心其实多少都没关系几百块也没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凝聚一切好我做2个补充料，这个祷告是不是好？这个分享来。好，谢谢。有2个提醒，第一个就是刚刚讲这个总会第2个就是我们下午1点半有一个很棒的讲座，就是我们的信理老师要来分享他信仰的创作生命的历程我们信理老师今天来在这边，我们请他站起来，我们认识他一下，不然他戴口罩大家都不认识。信理老师好，请坐。那他要讲2讲下个月还有1次。不过今天很不巧，刚好有长执会了，所以尽量能够赶快开快一点大家去听我们信理老师你可能名字记不很多，但是你如果听过《摇花就红妈妈》，你有没有听过吗？这是他所做的歌，也是我们的应该是说赞美之泉的创始团员之一了神给他一个作词的恩赐，文字的恩赐，很多耳熟能详的诗歌好这2点我们鼓励大家参加那今天呢，感谢主有一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是政伟弟兄，是不是？吴政伟弟兄在楼上吗？好，请起立，让我们欢迎你都有小礼物来送给你另外，我们也感谢主今天呢，我们那个诗会邱明执事是第1次诗会，做了很棒的服事，我们给他鼓励一下我们有栽培新的领袖上个礼拜是苏文执事我们都有新的同工一起来加入这个服事，很感谢主前不久听到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的刘冠霖牧师还有这个杨章玉夫妇他们神赐他一个可爱的儿子叫杨时乐今天有来到教会，我们请谢牧师来到前面帮忙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可爱的小朋友来这个祝福祷告，我们给他拍手一下来。马上。
最近生下可爱的小孩要做那个育婴假哈，那我们的张义兄哈，感谢主赐给他一个可爱的小孩，牧师的按手来为石乐来做祷告，来一起来做祷告。感谢天父上帝美好的恩典祝福，我们在今天看到这位可爱的小朋友石乐来到主面前，因为他是神所赏赐美好的产业跟礼物。主啊，我们求你赐福这个小朋友，在亲人、父母亲的养育之下，平安健康的长大，有聪明跟智慧，上帝跟人都同样的爱他。神啊，求你赐给我们的张义兄，还有我们的刘牧师他们夫妇，在忙着照顾小孩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一切都有神特别的保护。让这个家庭成为一个爱的家庭，见证了主的家庭，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主啊，我们感谢你，特别在台湾这个社会，有神所赏赐的产业是何等美好的礼物。求你亲自赐福这个家庭，赐福这对夫妇，也让我们同心祷告，在每一位照顾小朋友的亲人当中，赐给他们爱、恩典跟祝福。我们奉你名来祝福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再次拍手好不好？把口罩拿下来可以吗？可以这个手没关系感谢主感谢主，谢谢，慢慢来。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邱明执事要做结束哈。颂荣，请会众起立，一起唱颂荣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诗歌后，请牧师祝祷。同心来领受从神来的恩典跟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护、引导相通，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门。大家请坐，默祷来避讳，谢谢。今日第二堂主日到此结束，会众请互相请安问好，也祝大家平安喜乐。